Hello，大家好，我係 Master。坐喺我身邊呢位呢，就係香港跆拳道委員會國際跆拳道聯盟競賽組主席林展偉師範。好，多謝啊！係，首先恭喜你啦！武德館呢有一位代表呢，咗10月嘅時候參加咗世界賽喎，恭喜晒先！係，有多謝你嘅經驗。咁我哋籌備12月比賽呢，我哋將會 run 一個裁判班。今次好幸運呢，我哋有唔同派別嘅專業裁判過嚟幫我哋手，我哋為咗咧做到更好嘅調合咧，所以特登去訪問一啲唔同派別嘅 ITF 賽嚟嘅。咁今日咧就請教下你啊，林 Sir 啦。有幾條問題想請教下你。咁第一個咧就係、我都留意到咧維也納派嘅套拳賽例裏邊咧，其中一個條件咧就係、以扣分制總分為34分喎，係咪咧？係冇錯，咁就成個計分機制咧就係10分嘅技術啦，咁然後4個6啦，咁4個6嘅分別係邊4個咧？一個就 power 啦，一個係balance，一個係節奏，咁另一個咧就係一個平衡呼吸控制，係啦，係呢4樣嘢嘅嚇。咁我想問下啦，既然得34分嘅條件之下咧，佢嘅扣分係會唔會可以重複啊？定係見一次扣一次啊？定係會喺咩條件之下會被扣分嘅咧？係，咁就通常咧重複犯嘅錯咧，最多係扣2次嘅啫，即係上限就扣2分嘅啫。即係例如一個錯嘅 middle punch 打咗 high session，佢全程都係打 high session 咧，都只會扣2分嘅啫。係啦。咁即係咧以技術為主，就唔會見一次扣一次。係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嘅，就係上限係扣2分，即係例如錯 stand 啦、錯手啦，咁佢係扣咗可能 stand 係扣2分。咁一啲 middle punch 係都係扣2分，即係錯咗 hand skill，咁嗰個加埋4分啦。咁其實佢 total 最上限都係扣2分嘅啫，一個動作入邊係啦。明白。咁你將會咧答咗我部分嘅下一題問題啊。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喺賽例裏邊咧，其實咧有一個條件叫做 same family， 即係同家族嘅技術咧，就只係扣1分嘅啫。例如啦。我哋嘅手刀擋就變咗 outer forearm block， 變咗前臂擋啦。咁呢個罰分係比較少嘅。但係另外有一個條件咧，就係直情係錯技術，例如 inner forearm block 直情變咗 outer forearm block 就扣2分喎。咁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嗰個同家族嘅扣分法，即係扣少啲，同埋2分嗰個分別喺邊度咧？通常 same family 咧，通常都會存在淨係得 blocking 嘅啫。喺 blocking 入邊咧，存在係 knife hand 啦。knife hand 啦，同埋呢個 guarding block， 或者一個叫做用一個揸拳頭定係手刀呢一個分別咯。咁通常能夠接受範圍就係一個 guarding block 啦、knife hand guarding block 啦、twin knife hand forearm block 啦，同埋 twin forearm block 呢幾個嘅 blocking 嚟嘅咁樣咯。同家族咁解。咁所以咧頭先林 Sir 都答咗啦。如果同一個技術裏邊有超過1樣錯處咧，就只可以扣1個2分嘅啫。係。好。咁第3個問題就可能開始難少少。咁都留意到咧，新賽例裏邊咧有一個條件咧，就係關於 heel lifting， 即係一個不正確嘅腳踭嘅姿勢啦。咁亦都係集中講緊 close stance 嘅喎。咁我明白點解會捉呢一個腳踭嘅姿勢，可能唔用咗 sine wave 啊咁樣。究竟呢一個係因為會唔會係一個技術指引上一個更新啦，定係其實係？同埋點解會淨係針對 close stance 呢一樣嘢咧？喺套拳百科全書入邊啦，咁其實應該係有好多嘅動作其實係唔應該夾腳嘅，咁變咗大家演繹嘅時候咧都會變咗夾腳，咁即係叫做糾正翻一個錯誤嚟嘅啫，咁樣。咁通常呢啲事情發生都會係喺一個 close stand 入邊嚟嘅，即係例如你話其他啲 stand 咧，其實佢都本身係不存在 heel lifting 嘅，例如 sitting stand 你唔會上落嘅時候你唔會夾腳㗎啦，因為夾腳嗰個就已經一個扣分嘅位置嚟㗎啦，已經。好，咁聽到啦，呢個咧其實係 technical content 裏邊會係被一個扣1分嘅條件嚟嘅。我下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風格咁啦。留意到其他聯盟有一個規例咧，就係關於呢個 incorrect suspension。即係咩咧？其實就係我哋俗稱 hold 腳嚇，因為想展示下你嘅柔韌度同埋你嘅腳控有幾好啦。通常見到 side kick 或者 back kick 都好中意 hold 腳，係喺第啲聯盟就會被扣分，唯獨是維也納派就好似未見到有呢個扣分。其實係咪都係會扣分定係
如果係扣嘅話，會係扣啲乜嘢條件咧？咁通常咧明文係即係喺文字上啦，見唔到話hold 腳要扣分。咁但係咧喺國際嘅裁判班入邊啦，咁亦都有講過下話要一個正常嘅動作，即係例如一個 hold side kick 啦，即係你要展示你嘅腳力。咁但係其實都只能夠 hold 一個好短嘅時間，即係甚或只一個係0.3至0.5秒入邊就要完成。咁其實如果我 hold 咗差唔多成秒嘅話，咁其實佢喺節奏嗰度已經係有問題㗎啦。咁我哋通常都喺節奏嗰度扣分，因為咧喺我哋國際裁判例入邊咧，喺講節奏嘅時候咧，除咗講 breathing 之外啦，即係呼吸節奏啱定錯啦。咁其實佢實際上，如果節奏錯咗嘅話咧，亦都係會有一個扣分嘅咁樣咯。明白嗱，咁大家知道啦，hold 腳咧係會扣節奏分嘅。好，咁下一條問題就轉下方位，就問下搏擊啦。咁搏擊咧，其實我想問下咧，搏擊比賽裏邊，當一對手係冇黐住個身體，冇一個主動去做防擋格擋嘅動作嘅，咁當刻俾人打中嘅話，會唔會變成一個合法嘅得分位置咧？嗱，如果咧手嘅防擋啦係離開身體嘅，而所謂嘅被攻擊啦，咁即係直接直擊咗啦，係沒有黐住身體咧，其實呢一個係唔計分嘅，係啦。咁如果我係一個貼住身體啦，咁然後直接中咗攻擊啦，你沒有一個去防擋嘅姿勢啦，咁其實基本上呢一個係一個合法嘅得分嚟嘅。記住啦。咁即係其實唔係咧，隻手黐住個身咧就會冇事喎，都會被攞分嘅。即係喺維也納嘅 ITF 例裏邊。好，咁最後一個問題咧，唔係最後一個技術問題咧，就會係關於對制套拳嘅。咁同個人套拳唔一樣啦。我睇到對制套拳喺維也納 ITF 例裏邊咧，會多咗10分，一個關於teamwork 同 choreography， 即係花式嘅得分。咁除咗所有個人套拳嘅扣分規範之下，究竟呢10分係點樣嚟個扣法？會唔會關於呢個隊形啊，或者花式嘅量啊，多與少啊，甚至乎佢嘅複雜程度而去做呢個評核嘅咧？咁喺呢一方面咧，對制嘅套拳咧44分入邊咧，咁嗰10分咧，其實喺例入邊係冇明文規定過係什麼東西嘅。咁但係亦都係啦，根據啱啱嘅今年嘅國際裁判班啦，咁亦都有提及過motion 錯係會被扣分嘅，甚至會係 disqualify 嘅。咁打個比喻就係一個動作一個花式啦，1、2、3、4、5選手，跟住然後5、4、3、2、1，即刻做係一個錯 motion 咧。快咗嘅，其實佢係一個 regular motion 啦，咁但係佢變咗 fast motion咧，其實呢個係會扣分嘅，係啦，呢一個會扣分嘅。咁但係，咁其他咁係咪即係冇花式咧？咁樣其實又唔係，都係喺文字入面冇講啦。咁聽 Grandmaster 講就係話一啲叫做我會容許你慢咗，你等埋人哋做，但係唔能夠係快咗，係啦。即係例如一個 regular motion 你變咗做 fast motion，呢一個係錯誤嚟嘅。但係如果一個 regular motion 我等埋後邊嗰個再做咧，呢樣嘢係可接受嘅。但係喺文字上面係冇講過嘅咁樣咯。明白。咁樣咧做呢個對制套拳嘅裁判咧，一定要好心水清啦。係啦。最後一個問題，咁亦都咧好欣賞林 Sir 你咧不斷都有派隊啦，去打一啲唔同派別 ITF 派別嘅比賽啦。其實咧同派別又有少少唔同嘅差異嘅。咁你點樣去motivate 你嘅學生咧？可能呢啲咁嘅差異會令到你嘅學生有啲劣勢啊，甚至乎有啲要再學習嘅關口。你點樣可以 keep 住呢個動力咧？一路都有參加呢啲比賽，同一路鼓勵你嘅學生參與呢啲比賽咧？因為預咗參加其他組織，即係打人哋嘅例啦，咁就必然會有一個劣勢嚟嘅。咁就主要咧 motivate 翻我哋嘅學生咧，希望你喺 theory of power 嗰六樣嘢入邊咧，做好少少，即係例如 stand 企穩啲，標準啲，打嘅力度穩陣啲，係正確性咧，希望做翻足少少，咁去彌補翻嗰個劣勢。如果你做一啲好精湛啲嘅技術，同對方係有差距咧，其實會令到裁判未必睇到一啲屬於你哋流派所有嘅缺陷，或者其實可能扣分已經係扣咗喺第二度。利用個 theory of power 嗰6樣嘢去彌補翻我哋流派去參加人哋嘅例嘅時候所有嘅劣勢咯，係啦。簡單講咧，即係有實力咧就去到邊度都得嘅。好 ，OK， 好 ，thank you，多謝，你時間，係 thank you，唔該你。
好，唔同 ITF 嘅流派咧會產生唔同嘅例，咁其實咧都係基於佢哋嘅 technical direction， 即係佢哋嘅技術委員會所定嘅唔同嘅規隊。咁其實咧就係想將我哋嘅流派嘅長處喺世界賽裏邊表現出嚟，所以咧我哋參與呢一啲嘅賽例咧，會提升我哋嘅技術之餘，亦都咧可以令到我哋嘅訓練更有效咁樣可以得到好嘅成績。